各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喬妹。今日阿喬妹坐到呀，真係係有一種心肝卜卜跳嘅感覺。用版講咯，因為我呀下頭前啊，坐嘅呀位啊女神啊，呀位歌手啊，佢頭擺就因為心動哦，心肝卜卜跳呀條歌誒，放到全世界所有華人嘅所在，有談到幾萬人冇咯，細細嘅嚟分享，今日嘅來賓是呢林小皮小皮姐分享。你好，你好，大家好，今日千歡喜來福喜來咧，大家好，我係是呢林小皮。當叫冇講客嘅嗬，無人好講客話咧。係冇人用用韓貼片，係人用客話來小嘅設計林小皮，好冇？係啊，哦，真難的，來到一客家天師，可能天師一頭前懂到嘅觀眾朋友都唔知呀，小皮姐係客人，應該很多你嘅粉絲都唔知嗬。客是本人，係都客人咧。對啊，客人。對，我其實我從小都搞不太清楚我是客家人啊？為什麼？我一直到7歲去跟我就是媽媽的媽媽住的時候，我才知道，對我阿家婆才說，搞不清楚你哪裡人，因為那個時候我是從基隆念幼稚園，然後我是跟那個我的三阿姨住在一起，所以那個時候我說了一口標準的華語啊，普通話，是，對，大家講台語，然後我就是字正腔圓的在，結果一到了埔心之後就覺得，這什麼世界，這什麼語言？埔心，對，哦，嗰時候就談到懂嘅客家話，對，阿家婆就漢人，嗰時候一直跟你說客家話，對，他就一直假裝我聽得懂一樣，一直跟我講。我後來也就慢慢的就懂了。所以阿家婆沒有要遷就你，他沒有，就是要教你，搞到你會講客安呢。係啊，阿姑說上一擺啊，啲同客家天師慶祝相關嘅一個活動，就係啲客家之首客家製造的演唱會，啲台中場，對，這個小皮姐妹有去到現場來唱歌嘅。我嗰陣時我有問大家，當然都唔知你係客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是客家人。對啊，可能是因為我曬得黑吧，很多人會覺得我是隔壁台的，你知道嗎？你說是 No， 我可以 cross over 我們是陽光女孩，陽光女孩。所以很多人還會誤以為我是原住民。可能是因為我們們感情也很好，特別我跟慧君他們，高慧君、周女們，對。我也被周女認養啊，所以就變成2個阿婆，然後，對啊，一個叫白衣，一個叫阿家婆這樣子，對，所以就會自己有一點點混淆了。對，但是就多語言呐，都會講，都會講一啲啲嘞。對，聽還可以，聽韓州的說好像真的快要忘記了，因為很少那個環境，而且對啊，真的。特別是阿家婆走了之後，真的沒有人講。唔講你給拜啲那個客家製造嘅演唱會，還有唱客家歌，還有唱那個小黃，對，你還有唱歌，所以其實台下的觀眾其實都非常驚豔，而且台下我那時候訪問啊，大概有5-6成都是你的粉絲。哇哦，你們看起來都很年輕耶，居然是我粉絲，太可愛了。我也是，好嗎？我在台下3歲就開始聽歌，我在台下聽到真的目珠嘅目珠就會流下來，因為頭擺嘅歌《心動》那首歌真的好經典。用版講啊，心肝卜卜跳就是心臟一直跳動，然後很生動的說法，感覺卜卜跳很適合再寫一個。你知道，真的嗎？有點復古啊，甚至有點 disco 的歌，沒錯，會蠻有趣。我覺得我可以期待下一張小皮姐的 EP，因為今日周末嘅我有唱到小皮姐來到福喜來到節目當中，就係因為2023年小皮姐有發行嘅一個 EP 呀 ，EP 底度有3條歌曲，其實感受意義非常重大，因為小皮姐1998年出道，然後是《煩》那首歌，對1998，然後是2008。然後再算下來，就是2018，再來就是2023，所以是整整的25年。
孩子都大了，大学都毕业了，很惊人。我算的时候，我也是想说，有这么久了吗？真的就这么有久。按 Q 的时间，故说睽违25年，这是一个成年又长得非常完整的一段时间。U 发行的一种新的 EP， 是不是可以请小培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张 EP？ 哇，这张 EP 是25年换来的，因为这张 EP 其实可能是因为这样采访之后，经过了很多10月19号在网络上面线上通路全面上架之后，越聊越发现，其实这虽然只有3首歌，可是它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的自己跟未来的一些期许。对，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会很在乎这个歌手有没有努力去交出一张专辑，可是在这个年代，我反倒认为，如果你有那么刚刚好的一个音乐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时候，真的不要耽误，不要被时间耽误。对，所以我们才在23年的时候，而且加入新的公司，一切都是新的开始，然后就回到很完整的一个工作 team 团队，对，真的，然后一起工作，这样一起发想。我觉得因为亚白给这个 EP 的发行，其实整个都很完整，然后大家糖豆芽条狗味看到 MV，我在 YouTube 底下看到好多人留言哦，好感动，你自己有看吗？怎么能够？我真的是，我其实一开始不太敢看，因为其实我的工作人员很鼓励我去看，他说你不要担心，其实大家都在鼓励。我反倒害怕，就是因为其实距离之前跟大家接触也5、6年了，所以其实，在看到大家留言，我会你知道，别人一鼓励我，我就很容易哭。我觉得就是我很容易感动这样子。我其实也是看小培姐的 MV， 也是看到眼泪一直流。就像雅哈 N 会讲的呀，踢一条狗 Q 愿我这首歌，其实愿我真的在听的时候，因为小培姐其实过去我对小培姐的印象就是很摇滚、很爆发的嗓音，但是这一次我觉得是把心里面的一整个心情都唱出来，而且是跟我们的戴佩妮一起合作，是不是分享一下这一整个创作的过程？天啊，戴佩妮小姐，真 boy 哦，很 boy 哦。其实没行业用的呢，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没有行业啊。他有跟我讲说，他的环境是因为他从小就跟不同的族群的人一起成长，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他为我量身定做《愿我》这首歌，从一开始，并不是说已经有现成的，没有，是说他完全没有。对，很难得。我们可以一边开始扩音，然后一边聊天，他就弹给我听，就是很简单和弦，然后他就唱给我听。他说：“以我认识你这个人哦，跟你共发生 fire， 他很快啊讲话，然后都很注意的听这样。他说：因为我对你这个人哦也有大概的一点认识，然后我听你的音乐也那么多年了，然后我觉得我对你有一些感觉，那我就写了一段这样，你听听看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唱。” A1 而已，那时候只有 A1 一段，主歌的第一段，我就觉得，今天下你，对，我觉得他就是在写我，而且他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要给我这样，他一定要，就是把我可以掏的东西就掏出来。但这首歌叫《愿我》，对，愿我要他很坚持，要怎么让他发用蛮拈奶，对，拈奶，拈是愿嘛，拈奶，对，奶拈一，我愿意，不能随便讲奶拈一哦。I do， I know， 拈奶，对，他就是他对我说，他希望公司可以就是如果公司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尽量跟公司讲。我真的很希望这首歌就是叫《愿我》，好吗？因为他真的是 Penny 给我的祝福。他希望我不要再浪费时间沉溺在过去的很多事情里面。他也不是说就是只是写首歌给你，然后来好像就是
满足你一些什么，没有，他就好像我的治疗师一样。对，他在这一段创作的时间里面，还要听我讲心事啊，聊一些无为不为啊，然后对音乐的想法，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他的，就是两个人突然之间变成好像仿佛认识很多年的姐妹这样，但是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认识，是因为透过了公司有这样的契机，所以才有机会好好的跟他聊天。应该知道唔係講以為無為，不是講無為不為。我覺得是因為小培姐這一段過程有懂得嘅心情，然後陪你帶陪你都把它寫進去，因為裡面有一句話。我真的想到，我真的現在還起雞皮疙瘩，你有看到嗎？他說：“沿途荊棘，願我都記住，願我都記住。”對，所以其實我沒有忘，我都記得。他知道這一切的過程，他不僅希望你自己也祝福你自己，以妹希望挑高的事情也不一定要忘記，但他們都是留下來的痕跡，對，然後我們都要記住的感覺。所以我自己是很感恩 Penny 的才華，對，而且我注意自己個青南衝，青南衝還夠衝到會叫，太難唱了，他的歌很不容易，對不對？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Shino 小培姐的表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聽，她把她的心情、把她的轉折，然後家嘅心情全部就衝出來，就到一條歌曲底度，韓國啊，家嘅 MV 咩清好看，佢說拜託大家聽錯可以上 YouTube 去看好冇啊？拜託大家同一下數字講，冇唔錯啊！還有動動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牵手在雨中，爱多么理直气壮。一个人走在雨中，快不去像个傻瓜。分手的卡片，最后礼貌的收藏。岁月刷白的悲伤，放下了吗？青春总是那么大方，可以拥抱，可以碰撞，震碎了一地的信仰，磨成钻石，隐约的发光。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不必在乎谁的眼光，不勉强。欢迎来到属于我们时光的剧场。时间太短，追不上解答，何必再想？请让我陪着你继续的唱。哇，真勁講好聽，時光的劇場一條歌曲，我抽到亞真嘅 KVVIP 席，我就同現場就同松柏藝啲客家製造聽到小培姐唱歌嘅感覺，幾有冇共用？因為松柏啲台中 Legacy 係一種很完整的一個表演的場地。對，現在在我們的福氣訪談攝影棚比較基本一點點，但是唱起來就覺得很溫暖，我就很像，對我就很像劇場就會一直轉換那個畫面跟場景。對，然後就可以有一類高速抽動啊，面頭前唱這首《時光的劇場》，然後還是一樣非常感動，就像在我耳邊呢喃的那種感覺。謝謝。對，啊，亞條歌曲嘅歌詞是小培姐自己寫的。對。致敬我們的青春。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青春就是有心动这首歌，就是有小培姐啊。其实写时光的剧场，其实真的是对青春有很多的回忆啊，然后有很多的感谢。因为就像我写的，青春很大方的，你可以在那一个时刻勇敢的去追梦啊，勇敢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勇敢的去恋爱，然后对很多美好的事情，或者是很多的受伤，因为青春嘛，对，难免年轻嘛，难免。就算你受伤了，你也会很快的代谢快嘛，你会很快的痊愈康复。对，可是，在经过一段沉淀期之后，你去回顾你的青春，其实你会发现，青春真的有它的魔力在。对，所以我就是这首歌，除了写给我们的青春之外，很重要也是我回顾，就是心动带给我的一切。因为其实我发现。心动就很像大家的主题曲这样子，谈恋爱的啦，谈恋爱的啦，什么看电影求婚的啦，看电影的啦，或者自己演电影的那种，然后谢谢你们选择心动当它的背景主题曲，这样你们的故事这样。然后因为我听很多歌迷聊过，对，所以我会觉得它也是我回馈给。心动带给我这么多年来，毕竟也完整说出道25年的话，其实心动是太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情歌，真的很情感的歌。对，所以我其实时光的剧场很多也是向心动致敬。对，而且刚刚你弹国的个时间，应该第一百弹亚术歌曲，应该就会弹到可以伴奏有一种。奇怪的声音突然间出现，拐拐果果。前奏的时候，我第一次跟陈建骐老师这是建骐老师制作人，这个是金曲奖的常客，没错，对，由他操刀。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因为时光而剧场，其实建骐老师原来也是一个剧场人他替剧场做很多音乐啊什么的，对他也很喜欢剧场，所以我都会开玩笑说，建骐导演突然间变成了我的导演了，因为他是我的制作人，所以在我脑子里面虽然是我写词，但是我觉得我的场景跟演出的方式都是就是建骐老师来做指导，所以那个一开始的声音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对吗？好像不太像我的声音，因为很柔软，很温柔。你说你的嗓音冲出来给感觉，然后很干净，这样。对。耶，我的摇滚的那个痛怎么不见了？对。然后建骐老师就很文雅的讲了一句话，说：“其实有的时候，温柔是最有力量的，比嘶声呐喊更有力量。”后来我也真的体会到，就是。特别在拍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表演啊，像你刚刚讲到，是因为它的编曲有一些时光的回溯感，对，就像我们那个 playback 的时候，你要咔咔，然后它要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倒转，对，或者是快转，所以我们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就有3个年代的我。一个是小时候的我，差不多我跟阿家婆一起开始住的时候7、8岁了。然后第二个我就是17岁的我，然后再来就是现在的我，然后一起就是在这一个导演安排的音乐录影带里面做一个时代的一个剧场的切换。所以在这个 MV 里面呈现的也是一种剧场的感觉，而且它有一个很严重的严重藏在里面，我自己都傻眼，我不知道这是谁安排的彩蛋。黄宗平老师，这个优秀的、厉害的 MV 打造的这个推手啊，真的，而且宗平老师是大家认识我的第一张1998年，对，98年那一张 Shino 林小培同名专辑
的摄影大师，到现同一位在又老师25年之后，又跟他来合作。然后刚刚说他唱那个彩蛋，我相信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非常想去啲孫女呀彩蛋係嘛嘅，歡迎你哋很貼心，特別同大家來準備好嘅，叫下來看一下，又係彩蛋孫女係嘛嘅哦。歡迎來到屬於我們時光的劇場，時間太短，追不上解答，何必再想？請讓我陪着你繼續的唱，請讓我陪着你繼續的唱。有多久沒見你？以為你在哪裡？原來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沒有這個彩蛋？很感動。有，而且其實，你是不是聽到自己唱心動的那個嗓音，其實是有點小哽咽的，然後再加上你後面那個演的那個哭戲的感覺。他不是演的，他是真的。那是真實的，我又起雞皮，從腳，我從這個大腿到手臂都起雞皮。是真的，我覺得就是。如果其實我是很感恩的在唱，所以那個眼淚不是難受的或悲傷的，而是你自己去回顧這麼長的時間來，這首歌帶給了你多少豐富的那種值得。然後你看到這麼棒的年輕的演員，然後甚至菲菲8歲演8歲的那個我，對，他電影也超棒的。我就覺得，其實他是很感人的。雖然大家誤以為說我這個就是變成一個打掃阿姨，對啊，哇！我如果是那一個泡湯店的老闆的話，我就每個月出一首當好玩。沒有啦 ，MV 設計啦，那個中平導演的巧思。對，這是一個角色的設定跟。但是我覺得，謝謝大家這麼看得起我，好像我這演得很厲害這樣。對啊，大家都覺得說所以他現在是在溫泉店打工呢。但其實也是有演的部分啦，拍 MV 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還是要演的，跟這麼厲害的大導演合作。對，所以導演說什麼，你就要想盡辦法做到導演要求的。會很緊張嗎？因為每一句某啲啊，上黑攝影機前面這樣子。我覺得緊張的是。真的壓力大，是怕自己表現不好，對，怕做不到導演要的，因為所有人7早8早就醒過來，為了你的音樂錄影帶，然後忙東忙西的。如果我一個人沒有準備好的話，其實就搞砸了所有人。天哪，很感動哎，看到一個前輩，然後非常的認真對待自家嘅工作，對於自家嘅演樂，真的很感動。難怪小佩姐音樂做得打通按多年，嗰時候還有當當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
轮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老親難得邀請到徐諾林小培來到節目當中，當然咧有話夾夾講，有話夾夾講，對，有話夾夾講就聽說奧爾門呢啊，即使是小培姐按用個太陽線哦，我們也是沒有透露題目的啦，對吧？害我很緊張，真緊張。這是聽錯而已，聽而已，因為亞洲本台家人認識大明星。私底下的樣子，沒有，我們認識你私底下的樣子。那些唱歌的，俺沒嘛個大明星。好了，準備好第一題嘍，2選1。2選1啊？對，2選1。情境是你根本也，這個演出，這個表演，在表演的時候，在唱歌的時候，遇到了2種情境，這2種情境，你覺得哪一個沒那麼糟糕？沒那麼糟，沒那麼糟，兩個都很糟。第一個破音，第二個忘詞。3、2、1，破音啊！所以你寧可破音？我寧可破音。為什麼？因為我常常破音吧。真的。但是我不破在唱歌的時候，我破在謝謝。我常常講謝謝，就代表已經太開心了，要說拜拜了，太嗨了。所以是謝謝。對，所以我發現我的破音是。對，破在謝謝，真的還蠻。那唱歌的時候破音，跟唱歌的時候那就完蛋了，那太瞎了。不行，我的條件是這2個：唱歌的時候破音，跟唱歌的時候忘詞。唱歌的時候破音，那是最慘的吧？所以寧可忘詞。我寧可忘詞，但是謝謝破音可以。而且我跟你講啊，我們這種唱習慣的啊，真的忘詞的時候其實很會的。哦。比方說，就跟着唱，結果大家都忘記。沒有破音真的沒得救，因為在台中客家製造，你知道誰破音嗎？旺福破音。哎呦，他正常啦，他那個不破音才不可愛。但是現場反應超好的，大家都很開心。對啊，你看，有時候 live 有時候真的很有趣啊，還是很有趣。要看了。故作天使給條件觀眾朋友，除了支持我們徐諾小培的新EP之外，要支持客家製造，因為我們之後會在電視上播出。對，大家還是可以看到這個表演。好看。好，那再來問第2題，最近一次心動性感啵啵表的時間。啵啵表的時間沒有選擇啊？沒有，最近一次心動的時刻，就是把 EP 1發行的2023 10月19號那一天，很緊張，很興奮啊，興奮，對，而且終於歌迷一直念你，一直念你，一直念你，不要再念我了，好不好？你現在到我的臉書那個粉專上面，你到哪裡？你現在各大的平台啊，什麼 music 下載的單位，你全部都可以聽到我歌，好不好？不要再生氣了啊！再說一次，平台哪裡都可以聽到。都可以聽到，只要你使用的這些就是音樂下載平台都有，什麼 Spotify 啊，對啊，KK Music 啊，所有的都有，對 Apple Music 啊，對，最重要的是常來我的粉專逛一逛，哈，有新的資訊我都會在那裡發送給大家。好的，那。因為我覺得其實小培姐雖然你一開始是歌手，但其實你周圍很多事情，你有去跑天陽去拍電影，對，然後去拍戲，然後甚至連 MV 這種很仔細認真的演出，全部很多事情都有去做。那如果今天要問小培姐，還想做一件挑戰的事，以前沒做過的，你會想要挑戰什麼事情？3、2，等一下，這是跟演藝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只是覺得你非常勇於挑戰你自己。哦，對，跟演藝工作無關，但是你非常想挑戰自己的事情。OK， 我想要幹嘛？我想要賣便當吧。哈？你剛剛說要去當那個溫泉老闆娘，快打這種東西。為什麼是賣便當？因為我覺得 DGI 的便當很健康啊，然後而且要 DGI 健康便當，對，就是比較熱量沒有那麼高，我覺得我們可以合夥，但是又要好吃，我們可以合夥，對不對？我最近也在研究這件事。你說 DGI 的便當？哦，對，其實我有一些 recipe 真的不錯，而且我很，因為我疫情的時候做過。啊，對，但是我對一些特定的朋友們做過而已，對，
但是他们反应还不错，可以好好研究。我的那个豆腐汉堡排超受欢迎的。听到我就想吃了豆腐汉堡排。现在那些便当店很少看到这个选项哦，很少这个对，因为它热量低嘛，但是饱足感很强。对，好了，哎，没了啦，我们要赶快回来聊 EP， 我聊太多了，我媒体要快讲都没有办法快讲，冇办法讲清㗎，讲都太欢喜嘅。故說也晒下來陣都，N A EP 當中，我有同大家分享一下 T35歌曲，T35歌曲嘅名嘅是，Greta，但是它不是英文，这是这个女生的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她是一个瑞典的，大家都叫她，现在都称呼她为气候女孩 Greta Thunberg。对，其实这个瑞典文真的还蛮拗口的。Thunberg， 对，她叫 Greta Thunberg， 因为她就是为了地球暖化这件事情，8、9岁就得了忧郁症，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就要为了自己的未来站出来，然后他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个效益，对，所以他也提醒了很多年轻人，其实对要地球干净的资源，的确是你们生存的权利，对，所以我们一开始有讲到。如果说这个 EP 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对，这是我对孩子们的期待。我也希望就是你看我公司对我那么棒，我写了一首这么奇怪的歌，他们居然愿意，就是让3首歌里面有这么一首歌，因为其实我很在意就是关于就是环境的一些改变啊，然后甚至。环境的保护啊，保育海洋保育啊，然后一直到，对不对？不愿面对的真相，现在大家都得面对了吧？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对，故說嗰小佩姐有講到一條歌會懂奇怪，這麼個奇怪用奇怪、奇怪這個字來形容，是因為這首歌大家現在可以聽到這個音樂，它其實有很多元素在裡面。对，然後有種在火堆邊，就是環境世界 music， 它就是不只是我們主流的音樂元素，對不對？對，它其實有加了非常多世界的各種元素進去，甚至不同的語言。對。但是因為你想講，我還唱了瑞典文。你講這一生人。等一下，你教我唱好不好？我這個字我看字我完全不知道它怎麼念。V當撒，嘛個意思？就是當撒。Let's dance， 窮哈跳舞的意思。窮哈跳舞 ，V 當撒，就是跳舞。对，所以我在后面才加了这个 V 當撒，然后剛好我的公司的同事在这个錄音的時候來探班，所有人全部都被挪進我的配唱間，然後對排站，然後就開始就是大家一起唱那個。这个对，对，所以其实是希望大家一起关注这一件事情。对，就是希望本来是你可能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充满疑问的一个状态，然后一直到后来，大家就是还是要正面乐观的去面对糟糕的情况，因为唯有你的正面乐观，你才有更大的能量去面对这些负面的东西，对，你才能够有能力去征服他们。对啊，这么丰富的这样子的音乐，而不用按斗给理念在底部，其实非常的唔好走，所以这首歌也跟了这个小佩姐的恩师吧，已经合作了20年。老师20年又再度合作，他一直说20年，你知道吗？他一直不愿意说25年，他只愿意讲20年，但实际上20多年了。哦，恩师又再度合作。对，我很感谢，就是李老师这么疼我，真的，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吧，那种感觉。我对他真的，对啊，像我们录影这个时候天气还蛮冷的，对啊，我出门前我还传讯息给他说。老师，天气冷了，不要开玩笑哦，要穿暖哦。就是已经就是
很家人的感觉。对，但是他看到我的词，他是给我很正面的鼓励。因为他看到 Greta 这一首词的时候，他还问我说：“你可以问一下公司，这首歌我可以制作吗？”因为曲子是他写的，他写了一些曲子给我，然后就是叫我写功课，我就开始创作啊，写词。然后他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公司有要做这首吗？如果要做的话，你可以跟公司说我想做。”因为老师很喜欢这种世界音乐，世界音乐，对，世界 music， 我决定要去教他世界 music。对，世界 music， 世界音乐。古时候小培姐选了一种专辑，比种 EP 哦，就会想我老爷当到无腔嘅演出，韩国近25年来嘅心情变到地步，啊，佢们应该非常非常的感动诶，直到有看到小培姐暗散忙，韩国一直都有一种感恩嘅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为粉丝很幸福的事情。谢谢。古时候今日什么小培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阿ခင်妹。大家聽說愛來支持小培姐的《願我》嘅 EP 哦，希望大家嘅舒緩休息一下，停停線上，共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有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還有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有啊，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